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27，旧历的12月15，礼拜三。后来，这个桃园病院新冠病毒的群体感染，目前是有15个人患着病毒，按889甲890个感染源也是还未找到。疫情指挥中心扩大来控制着大约5000人，爱做居家隔离。到目前为止，专案隔离的人数已经达到3482个人。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新的公布，今仔日增加3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分别为菲律宾、缅甸甲美国来入境。好消息是，今仔日并无增加本土病例，这嘛是连3天无本土病例咯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893例。另外，指挥中心有上新的规定。台北、新北甲桃园今仔日开始，所有的病院除了例外情形之外，禁止探病。这个陪病者嘛维持1个人。